Hello，大家好，多謝大家收聽4月天機斗數數據論恆指。咁之前有講過，農曆1月叫雙黑月，農曆7月呢個尾市嗰個位咧穿咗一個底嘅。咁啊跟住之後咧就不幸消息咧就係話，特朗普咧完全唔傾談。唔談判，其實今個月叫談判月，唔代表佢談唔談判，其他地方有機會談判，但係確實冇談判。戰爭繼續持續，最緊要係啲油問題，但係油價已經落翻少少，咁會唔會繼續打仗，或者會唔會挑起其他國家嘅打仗呢？咁今個月裏邊有一啲日子裏邊好重要，佢收復翻某一個位，個市繼續去，收復唔到嗰個位大 Q 鑊，點解呢？4月底同埋5月頭分別有幾日大破財月，咁如果唔係呢，嗰啲位呢就全部穿晒。隨時會破晒底㗎啦，咁我都會分析究竟邊一啲日子要點樣情況。港股嚟講呢，喺啱啱整個3月裏邊嚟講呢，第一個季度裏邊呢就收24,788點嘅咁整個嗰個恆指嗰個總結嗰個3個月裏邊呢係向下跌啦。咁當然全個月都係向下跌啦，一陣睇翻個全個月嗰個圖表啦。咁單月嘅話跌咗142點啦，1,800點，咁多定少？個頂上唔到，咁就跌落嚟㗎啦，咁向唔到上。咁而家整年裏邊我都講今年係好大機會摸底嘅，但未去到最摸底嘅月。我講咗農曆3、7月先係最恐怖嘅。咁希望就係話咧，剩翻仲有少少日子可以有啲溝通。如果唔係咧，基本上咧而家無底咁跌，最緊要科指跌得太誇張，4,800個底頂住咗之後，大陸係國家隊撐唔到嘅。咁所以咧嚟緊呢個市都要好小心，好小心。呢個就係恆指嘅月表啦，大家見到橙色嗰條線啦，2次上26,000頂喎，雙頂喎，反彈上26,000雙頂喎，咁跟住之後插去到24,400、24,500嗰個位置嗰個位，一插有第一轉嘅反彈上翻25,000嘅，咁但係跟住之後咧持續咧都係向下嘅。大家睇一睇啲線位先，10天線、20天線、50天線，50天線冇機會收復㗎啦，而家現階段唔使諗㗎啦。我哋最重要係10天同20天線慢慢摸緊落嚟。我哋20天線係25,300，以25,300呢個位大家要聽住一陣間最重要嗰個情況啦。農曆嘅2月咧就去到呢個新曆嘅4月16號嘅，咁有3日嘅談判日，包括就係新曆嘅6號、7號同埋16號呢3日，係啦。咁而家個問題就係點咧？就係話6、7號冇事，咁會唔會有傾談咧？如果冇16號，如果16號能夠上翻頭先所講嘅25,300點左右嗰啲位置，就算農曆3月跌市咧，未必跌得多，可能都係24,000左右就見底。但係如果佢喺6、7號或者16號3日傾談談判日，因為有2日始終係復活節嘅，咁如果佢冇任何談判情況咧，一進入農曆3月咧，真係大 Q 喎！即係個底位會唔會去到23,000或者22,000先係底咧？真係而家已經冇辦法估計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去到某一個位有賺緊錢就只賺，冇賺緊錢咧就睇任何一個反彈位，希望可以止蝕少啲，或者去到低位再鬧過。咁進入咗農曆3月之後咧，新曆嘅22號新曆嘅4月22號同埋新曆嘅28號呢2日就係破財日嚟嘅，而進入咗4月係眾多破財日嘅，好金嘅咁所以咧嚟緊咧農曆3月咧跌市機會高，咁希望咧就有啱啱嗰日子咧守得穩，或者咧有真正嘅談判減低嗰個戰爭嗰個情況。咁如果減低戰爭情況，可能就變成咗一啲天災麻煩。但係問題係咁講嘅話咧，我覺得唔戰爭股市唔再跌，起碼而家第一步大家可能最想嘅事嘅情況就係咁。咁希望能夠俾到意見大家，希望大家一齊頂住。我自己到而家都係到最終都係冇入到市。亦都係不停救緊一啲朋友，睇下有冇辦法喺邊一啲位可以溝翻淡去，或者可以咧就係咧盡快可能止蝕止賺去離場先，唔好玩農曆3月住啦。好，咁多謝大家支持。